我哋中國對日本有一張黃牌，就係停止出口零部件俾架仔。10年物国債の利回りがおよそ18年半。但係我認為呢張 A 市我哋中國唔會咁快打出嚟嘅，一旦打出嚟，意味著咗中日關係全面惡化。動きが強まっていると見られます。また高市政 Hello， 我係 Nicholas。咁今日嚟講，我想講個 topic 就係關於一單國際新聞咧。嗱，而家日本咧就搞震啦，搞屎搞棍咁樣啦，但係咧最近就出新聞嘅，即係喺日本國內咧都有啲比較正義嘅聲音嘅，就係日本有位叫做山本太郎啦，佢就話一定要重新審視中日關係，因為點講好咧？我哋而家中國近期對於日本嘅嗰啲算係措施啦，其實唔算係話真係太嚴重嘅啫，唔係話真係全面同日本撇清關係嘅。係啊，你諗明白？如果我哋中國用最強硬嘅態度全面對日本作出一個制裁措施咧，日本係好慘嘅。就講個例子啦。即係而家日本嗰邊都有啲學者、業界都有啲聲音嘅，佢就話如果我哋中國喺譬如即刻今日起全面禁止出口所有我哋中國國產嘅零部件俾日本嘅話，唔使2個月，日本各行各業，無論佢嘅主體經濟或者好多企業都會接近崩潰或者係破產。因為雖然曾幾何時啦，或者上個世紀啦，咁日本佢有技術前提啦，或者佢嘅技術巔峰都幾誇張嘅。日本製造都可以話係風靡一時啦，同當年嘅德國製造、美國製造可以話平起平坐嘅。但係去到今個世紀，你冇辦法，成本或者係一個供應鏈網絡係主導一切，所以而家日本好多企業都好，你甚至乎你叫得出名嘅嗰啲日本大車企都好，佢好多零部件其實都係我哋中國國產嘅，都係中國製造嘅，係因為平啊嘛。你做生意，你資本化市場，你係要咁樣運作噶嘛，係。所以啱先我講嘅呢個就係我哋中國嘅對日本嘅第一張 A 市。第一張黃牌，你架仔，你夠膽死嘅阿支阿佐喐下咁樣扎跳嘅話，我哋可以打第一張底牌出嚟，就係全面停止出口所有日本你要需求到嘅嗰啲零部件或者核心部件，無論邊一個行業都好，你停得㗎啦，你日本嗰邊唔使玩㗎啦，係啊。先唔好話講你嗰啲日本嗰啲本土企業會話冧檔破產啊！你主體經濟你都頂唔順啦。前嗰排你日本個市股債雙殺啦，仲要繼續癲咩？係咪先？仲有兩三張 A 市，呢兩三張 A 市，我可能未來呢1-2日出啦。係我哋中國個台底下邊大把架撐啊！你明白？而家講句難聽啲，可以話同我哋中國對撼去抗衡嘅，唯一得美國嘅啫。係你架仔算啲咩啊？係嘛？一個冇軍事自主權嘅一個國家，仲要依附住美國嘅經貿框架，或者係意識形態框架嘅一個國家，好似一個附屬國咁，你搞咁多嘢做乜嘢嘢？係咪先？有興趣嘅咪去同粉絲去了解下啦，所以多個就唔講啦。想縮減信息差嘅咪去同粉絲歡迎加入我嘅組織。呢期先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